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天成。端午節又到啦，近一個月裏邊呢，我見到廣州啲土著村落陸陸續續咁起龍船。而啱啱大家睇到嘅呢段片呢，就係廣州某個村起龍船時候嘅場景。咁呢期我哋就應應節同大家講述一下嶺南端午嘅風俗啦。眾所周知，2000幾年前屈原投江殉國，百姓撐船去營救，又往江裏邊掟粽，希望魚蝦蟹唔好傷害佢嘅身體。自此之後，端午節、賽龍舟同埋食粽就成為咗紀念屈原嘅習俗。但係如果你翻開古籍，就會發現龍舟其實比屈原仲要古老。咁早喺春秋戰國之前呢，嶺南嘅先民就已經有民生避龍、舟楫競渡嘅習俗。佢哋撐嘅唔係船，而係圖騰；爭嘅唔係名次，而係風調雨順。屈原嘅故事係後來附加上去嘅一層文化外衣，但正正就係呢層文化外衣，令龍舟從一個地方民族變成一個整體民族嘅集體回憶。每年嶺南嘅龍舟季係從農曆嘅4月初8之後開始嘅，村民就會將上一年收埋響魚塘裏邊嘅龍舟挖翻出嚟，咁呢個就叫做起龍。點解要收埋響水塘裏邊啊？咁因為傳統嘅龍舟多用昆甸木，而呢種木頭越浸水呢，就越會結實嘅，離開水之後呢，反而容易開裂。所以龍舟其實係響河塘裏邊瞓咗一年。咁起龍嗰日呢，全村男仔就會出動清淤泥、洗船身，就好似迎接一位歸家嘅老人一樣。而龍船出水之後呢，就要裝身，首先就係點睛，用朱砂點響龍頭上邊，象徵住喚醒佢。然後就係採青，響水邊採一束青苗嚟供奉，寓意龍舟有咗新嘅生命力。仲有畫花，船身上邊描繪荔枝、楊桃、八仙法器呢啲吉祥圖案。而最犀利嘅係，整個龍船嘅船身係唔使一粒鐵釘嘅，全部靠矛榫結構。咁呢種龍船手藝呢，係傳承咗上百年嘅。而龍船落水之後呢，就有兩種玩法，一種係趁景，各個村嘅龍舟互相探訪，唔爭名次，只為咗聯絡宗親感情。咁另一種就係競渡啦，咁亦即係我哋熟知嘅賽龍舟，就好似網上邊好多龍船視頻咁，龍船響狹窄嘅河道上邊彈射起步、高速漂移同埋原地轉向，就好似水上 F1 咁樣。你睇上去係咪好過癮呢？但係唔好忘記，一切嘅核心其實就係團結意志。每年龍舟季嘅重頭戲，除咗競渡，仲有食龍船飯。作為9大簋標誌嘅龍船飯，咁每年梗係有個傳統嘅幾樣食材㗎啦，燒肉、雞、鵝、鴨、魚。咁而每頭菜其實都係有意頭嘅。咁特別係龍船丁呢種酸酸辣辣，寓意住添丁發財嘅菜品。而家好多村呢，為咗方便，就改食咗大盤菜，一張台一盤，咁大家圍住嚟食，熱氣騰騰。咁仲除咗9大簋嘅龍船飯，仲有龍船餅，作為聯絡宗親情誼嘅時候，送俾第二個村一個食物。咁食低呢，就結下咗龍緣。咁好似老一輩話齋，食個龍船飯，一年就會平安順遂。而端午過後，龍船就會再次咁被收埋喺河塘裏邊，等待來年嘅龍舟節。咁廣州有句話講，龍船收埋喺水裏邊，而人嘅根就要留喺村裏邊。但係而家越嚟越多嘅後生仔呢，就開始學習龍頭雕塑、龍舟製作。咁非遺傳承人講呢，呢門手藝呢，其實唔係為咗比賽嘅，其實係為咗俾後人知道呢，我哋嘅先祖曾經有咁樣嘅節日，曾經咁活過。而呢幾年，我發覺呢，唔少學龍頭雕刻同埋龍舟製作嘅人裏邊呢，係從其他行業轉過嚟嘅。咁如今經濟下行，靈活就業嘅人多咗，咁有人選擇送外賣、跑滴滴車，咁自然就會有人選擇返村裏邊跟老師傅學一門老手藝。而呢門手藝呢，唔會因為 AI 嘅盛行而消失。正因為龍舟係一種文化嘅載體，所以每一刀雕刻落去嘅係人嘅信仰，係家族嘅傳承，同埋幾千年嘅文化回憶。咁佢雖然做得好慢，但係佢係實實在在一刀一畫咁樣雕刻咗落去。咁佢歷史悠久，而如今佢而家仲活響人嘅心裏邊。
但係對於某啲人嚟講呢，其實佢唔係一份工作嚟嘅，更係響呢個動盪嘅時代裏邊，手裏邊可以捉緊嘅一個謀生技能吧。傳統手藝嘅傳承，而家就有咗佢嘅新嘅意義，佢畀咗人新嘅出路，亦都畀咗人新嘅尊嚴。一條龍船從起龍到藏僅僅幾個月嘅時間，但係龍船上嘅故事就已經喺嶺南水鄉上邊傳咗上千年。我係城市觀察者，一個想記錄廣州嘅設計牛馬。下次你睇到龍舟嘅時候，不妨多睇兩眼，嗰度裏邊有比速度更加重要嘅嘢。